主后2023年7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一生的信仰课题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0到11节。恁中间有人甲别个信徒有纠纷，要伫信徒面前甲伊告，反转对无信的人告伊。恁敢毋知信徒要审判世间？既然恁要审判世间，敢袂晓解决小可代志？恁敢毋知连天使咱都要审判，即世间日常的代志，搁较毋免讲。即款代志，恁敢通交互无受教会尊重的外人处理？恁实在真见笑！恁中间敢真正无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通判断信徒中间的是非？恁竟然有信徒告信徒，甚至告到无信的人面前。其实恁相告，表示恁已经拢输啦。恁若毋宁可受冤枉，若毋宁可受欺亏。恁颠倒冤枉人、欺亏人，甚至对会内的兄弟姊妹嘛安尼做。敢毋知不义的人袂当做上帝的国的子民，毋通骗家己。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做男娼的、好男色的、做贼的、贪心的、酒醉的、诽谤的、诈欺的，拢袂当做上帝的国的子民。恁中间有人以前是安尼，毋过恁已经洗清气，已经圣化归上帝，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佮通过咱的上帝的神，佮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一生的信仰课题，保罗语重心长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：敢毋知不义的人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，毋通骗家己。接续伊列举真侪罪行，这个拢可能是伫哥林多教会真实发生的。哥林多是位伫交通要道的大城市，兴盛的商业吸引袂少人来遮，包括犹太人。哥林多教会除了有犹太人以外，也有真侪希腊人。互保罗艰苦心的是，哥林多教会信徒竟然犯下伊所指控的罪行。咱无通知是倒一寡人犯罪，毋过保罗明确指出，人若无离开罪恶，生命有改变，就无法度做上帝国度的子民。因为罪带来偏离上帝真理的行为，破坏人甲上帝之间的合宜关系。这是保罗伫即卷批信中一再提出的重点。保罗强调，恁中间有人以前是安尼，毋过恁已经洗清气，已经圣化归上帝，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佮通过咱的上帝的神，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这是偌尼美好的见证。保罗上时阵指出，以前罪行甲以后借着耶稣得到改变的对比，是为着提醒要生活点混乱中的哥林多信徒，爱真正归向上帝。1992年11月21日，伫台北武顺街新华世界 KTV， 一个酒醉的计程车司机汤明雄，甲人去争执红木，愤慨引爆雅士桶放火，总共夺走16条性命。后来，伊伫狱中写批向家属道歉，只有受害者杜姓男的阿姐
杜花明回批互伊讲：别人对你家己切齿，我却坐踮后面为你流目屎祈祷，祈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。假使你愿意，我想介绍一位朋友互你认捌，迄就是耶稣。所以因开始通批，一年来写20外张的批。杜花明要去家甲伊面会，甚至伊的老母也认汤明雄做客囝。汤明雄伫度假的原谅和陪伴下面，生命彻底改变。1997年1月22日，汤明雄受洗。7月15日判决结果出炉，死刑定验。几日后，汤明雄坦然行向刑场，枪决后器官全部捐出伊仔人间。在当时有侪讨论集中伫即款的改变，敢会当互汤明雄得救？总是一人以前安怎，并毋是生命的全部重点。因为人的得救，毋是靠行为，是愿意悔改归向主的决心。圣经指出，所有罪行拢着付出代价，总是因为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。人只要相信，愿意回转，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就通甲上帝恢复合宜的关系。对基督徒来讲，信佮受洗就保证通进入上帝的国度是无？这是值得咱深思的问题。今仔日的经文提醒，人的悔改是一世人的功课，基督徒也无例外。悔改就是离开罪，转向上帝，这是基督徒一生爱学习的信仰课题。日想，基督徒一生所着面对的功课是甚物？伫生命中，遐个无合上帝心意的代志顶面，我是毋是乐意回转来到上帝面前？基督徒一生所着面对的功课是甚物？伫生命中，遐个无合上帝心意的代志顶面，我是毋是乐意回转来到上帝面前？咱做伙来祈祷，公义怜悯的上帝，恳求你帮助我，会当看清楚我生命中一切你所无喜悦的代志，佮离开一切的恶行，回转到你面前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